昨下晡，嘉义的太保发生规模4.9的浅层地震，台中、彰化到台南拢有感觉。虽然地震无造成伤亡，不过学者认为讲，引起这届地震的逆冲断层和煤山断层，或者是嘉义前缘的构造，拢无直接的关系。恐惊这搭有还未发现的断层伫下骹底。货架商品因为地震海来海去，哪拢海甲落落来。嘉义至到下晡1:26发生地震，卖场的员工因为忽然间海甲遮大，但是惊一个，嘛较紧走去看货架的状况。上下的很恐怖啊，上下的要这样。顿一个，佫顿一个啦，两个啦。先顶悬下骹海扫落来是正平倒平海，互想要入去卖场的民众骹步拢冻掉。这个地震的震央是伫咧嘉义的太保，规模4.9，深度干到14.5公里，算是极浅层的地震。嘉义、云林和彰化这部分中南部地区拢出现3级到4级的震度。台湾处于那个板块交界带，那在东部这边呢，它板块向西北方推挤，那这个应力呢会从东边转移到西边那边去，那造成西部有一些破碎带的情形发生。学者初判这摆地震是逆冲为主，但安尼就和走向以除扫为主的煤山断层无关系，嘛和嘉义的前缘构造无关系，就是讲这个区域有可能有也唔知影的盲断层。如果我们选择是一个往东倾的一个机制节的话呢，这个地震它的延伸出来的断层破裂应该要到这个位置，也就是在外海的一个位置哦。所以呢，目前的一个初步判断来讲的话呢，它跟这个所谓的嘉义前缘构造呢，应该是没有太直接的一个关系。因为伫1月才传出台积电有可能伫咧嘉义太保的嘉义科学园区来设厂，学者嘛警告业者应该注意这个地区的地震活动度，做好完善规划来因应未来地震的状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